敢咱唔捌听过望春风啊？放了唔对就会放啊。真的吗？无食着嘛是紧包银啊。手咧搓已经清掉。对啊，对，伊有音乐就再甲你讲，阮要通啊回收啊，通啊回收啊，对。有捌听过无？放酒敢若通卖无？有啊，南部的啊，南部有咧，我捌听过。我讲啊，线数真好，那有酒敢若通卖无？表示咱大家厝内代志拢有咧做。无唔对，所以讲你嘛是感觉是酒敢若通对卖无？啊，酒敢通卖无？是，这是有影一个道理啦，就酒敢若通卖无？就是回收。酒敢若回收嘛。对。好，嘛，敢若无一定放即块，啊，毋过过去是有一段时间，就是讲因为。进前古早，其实伫咧迄个台语老歌内底有一块叫做烧酒干呐，烧酒干这个歌是老歌吼，就是咧讲这个囡仔咧捡这个资源回收的物件去卖来度过日子，这个故事就对。较早是禁歌啦，落尾因为电影有迄个搭错车这个电影主题歌，怎啊？把这个物件摕来，当然迄故事嘛是咧写其中迄个主角咧卖这个歹当古下，破做摊卖无安尼，所以落尾怎环保署摕这个歌来做这个回收车音乐，